你知唔知有一隻香港上市嘅房地產股喺成個內房行業都係捱打嘅時候，係唯一一隻頭部央企保持收入正增長，仲要佢旗下98座購物中心，單係呢批資產嘅估值已經超過整間公司嘅市值，即係話你買佢就已經係平過買資產。而家摩根士丹利更加俾出42.6港元嘅目標價，相比現價有超過30%嘅上升空間，係咪聽落好吸引？但係等等，佢嘅核心淨利潤由峰值277億跌到224億，2026年仲有600億債務到期，當中有冇隱憂？今集我哋請嚟行業分析員 Bonnie 同財務專家 Felix 幫大家逐一拆解華潤置地嘅真實投資價值。唔好走開，呢集絕對睇到你有所收穫。各位觀眾，我哋 AI 財演一直致力為大家深入研究上市公司健康狀況，但有時短短10幾分鐘嘅討論未必可以涵蓋晒所有財務指標。為咗令到投資者有更全面、清晰嘅視野，我哋最近推出咗個會員專享嘅研究報告數據庫，一站式記錄低所有我哋研究過嘅股份，仲有埋互動圖表，方便投資者隨時都可以睇返自己揸住嘅股票。只要你免費登記咗成為 Patreon 會員，進入 Patreon 後再免費 follow 埋 AI 財演嘅 channel， 就可以去我哋個網站登入。所有連結已經放咗響影片下面嘅資訊欄，而家即刻登記，費用暫時都仲係全免，但呢項服務遲下可能就要收費，趁住而家1蚊都唔使俾，記得快啲登記咗先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 AI 財演，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Helen。今日我哋要探討嘅係香港上市房企龍頭華潤置地，股票代號1109。華潤置地係央企背景，業務涵蓋住宅開發、購物中心運營，仲有輕資產管理，旗下擁有98座購物中心，係行業絕對一哥。今日我哋請嚟行業分析員 Bonnie 同財務專家 Felix 深度拆解華潤置地嘅投資價值。首先有請 Bonnie 從行業角度分析一下，你覺得華潤置地喺房地產行業嘅整體前景係點？ Helen， 多謝你嘅介紹。華潤置地嘅故事，我覺得最精彩嘅地方係佢喺整個行業都在捱打嘅時候，反而愈走愈強。我哋知道中國房地產市場由2021年開始就係向下嘅週期。2025年全國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按年跌咗8.7%，銷售金額跌咗12.6%，連頭部房企保利同中海都分別跌咗8.5%同8.6%嘅收入，但華潤置地嘅收入係唯一正增長，雖然只係0.9%，但喺行業低谷能夠守住正增長已經係好難得。最重要係我發現佢嘅業務結構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佢唔再純粹係一個地產發展商，而係逐步轉型成為城市運營商。佢嘅商業物業、購物中心、輕資產管理等所謂經常性業務喺2025年嘅利潤貢獻已經突破51.8%，即係超過一半嘅盈利唔再依賴賣樓。呢個轉變意義重大，因為購物中心係每個月穩定收租，唔受樓市週期影響。當然，行業仍然面對庫存壓力同消費復甦不確定性嘅挑戰，呢啲係投資者要留意嘅風險。多謝 Bonnie 嘅精闢分析。佢話到華潤係行業裏面唯一收入正增長嘅頭部央企，而且超過一半利潤來自穩定嘅經常性業務。呢個轉型確實值得關注。Felix， 從財務角度睇，既然華潤置地嘅業務結構已經咁多元化，我想請你幫我哋分析一下佢嘅盈利能力同埋同業相比係點？毛利率、淨利率呢啲指標有冇值得散戶特別留意嘅地方？好 ，Helen 講到盈利能力，華潤置地係頭部房企入面確實係佼佼者。我留意到一個好有趣嘅對比，2025年華潤嘅綜合毛利率係21.2%，淨利率係8%，ROE 係7.6%。相比之下，保利發展嘅毛利率只係13.9%，淨利率得3.1%，ROE 更係得2.53%。中海地產好啲，毛利率17.7%，淨利率9.6%，但經營性業務佔比唔夠5%，所以表面上華潤同中海淨利率差唔多，但背後結構完全唔同。華潤嘅經營性不動產業務包括購物中心、寫字樓、酒店，毛利率高達71.8%，核心淨利潤98.7億，佔整體利潤差唔多44%。呢個係好多散戶容易忽略嘅地方。購物中心業務唔係靠賣樓賺錢，係靠每個月穩定收租，而且毛利率高出住宅業務差不多4倍。
不過我要指出一個財務風險，住宅開發業務嘅毛利率仍然喺低位15.5%。雖然2026年上半年開始輕微回升至15.6%，但能否持續仍有疑問。另外，核心淨利潤由2023年嘅峰值277億跌至2025年嘅224億，跌幅接近19%。呢個下行趨勢係值得散戶密切觀察嘅警號。多謝 Felix 嘅詳細財務分析，佢點出咗一個好關鍵嘅現象：華潤嘅購物中心業務毛利率高達71.8%，係住宅業務嘅4倍有多。講到購物中心，我就想請教一下 Bonnie， 華潤旗下嘅萬象城、萬象匯等品牌同龍湖、保利等競爭對手相比，佢嘅產品競爭力同護城河究竟有幾深？係咪真係難以被取代？ Helen， 好問題。我覺得華潤購物中心嘅護城河可以用一句說話概括：規模、效率、品牌三者兼備，而且缺一不可。首先係規模。2025年，華潤有98座在營購物中心，零售額達2392億，租金收入219億，經營利潤率63.1%。呢幾個數字喺行業都係第一。對比龍湖大概40座，保利約50座，華潤嘅規模差唔多係龍湖2倍有多。但規模本身係護城河嘅起點，唔係終點。更重要係效率。我發現一個數據，喺98個在營項目入面，82個零售額都係當地排名前3。呢個代表唔係隨便開一間就算，而係有實際嘅集客能力同運營水平。仲有一點係競爭對手難以快速複製嘅，就係萬象城嘅位置優勢。好多萬象城係10幾20年前已經拿咗核心地段，而家地價已經高出幾倍。新對手想喺同一位置開競爭項目幾乎冇可能。當然亦有挑戰，電商衝擊實體零售依然存在。如果消費週期轉弱，購物中心嘅零售額增長22.4%，未必能夠持續。呢個係投資者要密切追蹤嘅指標。多謝 Bonnie 嘅深入分析。佢講到萬象城嘅位置優勢係10幾20年前已經鎖定，而家根本冇辦法複製。呢個護城河確實好深。不過我就想從財務角度追問多一步。Felix， 華潤置地坐擁98座購物中心呢類重資產，資金佔用一定唔少。我想請你幫我哋拆解一下佢嘅現金流狀況。究竟呢個商業帝國係咪真係又賺錢又有現金，定係帳面好睇，但現金流其實緊繃？ Helen 呢個問題問得好，係散戶最容易忽略嘅地方。好多人只睇盈利數字，但現金流先係衡量一間公司真實財務健康嘅核心指標。我直接用數據講，2025年華潤嘅經營活動淨現金流係280億，銷售回款率維持喺95%至100%。呢個表現喺行業係屬於健康水平。但更值得關注係已簽未結算金額，截至2025年底係1645億，相當於未來2至3年嘅收入保障。呢個係好重要嘅確定性。另外，購物中心嘅219億租金收入係每個月穩定入帳，唔係等客人交樓先有錢收。呢種現金流質量係完全唔同層次。至於你問到重資產有冇壓力，我要坦白講係有嘅。2025年拿地加建設支出合計超過1300億。現金儲備由1314億輕微降至1170億，不過現金短債比係1.54倍，即係手上現金係短期債務嘅1.5倍以上，加上加權融資成本只係2.72%，係行業最低，融資渠道暢通，所以我嘅判斷係現金流唔算緊繃，但亦唔係完全冇壓力。2026年有約600億債務到期，需要密切留意佢嘅再融資進展。Felix， 幫我哋釐清咗一個重點，華潤嘅現金流係穩健㗎，但重資產模式始終係有佢嘅壓力。講返下行業層面，我想請教 Bonnie， 而家房地產市場喺政策層面有唔少變化，近6個月行業有咩值得關注嘅最新進展？對華潤置地嘅業務有咩直接影響？ Helen 好，近6個月嘅行業動態，我留意到幾個對華潤影響比較直接嘅發展。首先係銷售端嘅轉機。2026年1至4月，華潤累計簽約銷售達700億，同比增長2.2%，而且3月、4月嘅數字係持續加速，4月單月更係按年升近50%。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代表市場底部確認嘅跡象越來越明顯。第二係拿地機遇，我發現一個好有趣嘅案例：北京豐台萬泉子地塊。當年2017年，世茂集團用239億買落，每平米地價高達14.1萬。之後項目停工，2次流拍，政府收儲。最終華潤今年以70.45億競得，每平米地價跌至4.1萬，係當年地價嘅零頭。呢種低位撿平貨嘅機會，正正係行業低谷期央企嘅獨特優勢。
第三係政策支持持續，城市更新補貼增加，首套房貸利率下調，呢些都係利好改善型需求嘅措施。而華潤嘅客戶群恰恰以改善型為主，一線城市佔比已升至45%。不過我要提醒，呢個復甦係緩慢同不均衡嘅，三四線城市去化壓力依然沉重，只係華潤幾乎冇喺三四線拿地，所以受影響相對細。好，我哋已經聽到 Bonnie 分析咗行業前景、產品競爭力同最新嘅市場進展。華潤置地嘅業務面確實係亮點多多，不過觀眾朋友，投資最終要落實到估值先至有實際意義。Felix，我想請你幫我哋睇睇，以華潤置地而家嘅股價水平，佢嘅估值係貴定平？投資銀行有冇最新嘅目標價？或者你覺得有咩估值指標係散戶應該特別留意嘅？好 ，Helen，我哋就直接睇數字。截至2026年6月初，華潤置地股價係32港元左右。基於2025年嘅歸母淨利潤254億計算，P/E ratio 大概係9倍咁上下，而市淨率即係 P/B ratio， 即係股價除以每股資產淨值，大概係接近1倍。呢個數字有幾有趣呢？保利發展嘅 P/B 係0.5倍，中海地產係0.48倍，但佢哋嘅盈利能力同 ROE 都明顯低過華潤，即係話華潤嘅估值有一定日價，但考慮到佢嘅 ROE 係9.52%，係保利嘅接近4倍，呢個日價係有財務基礎支撐嘅。我特別想指出一個投資者容易忽略嘅角度，就係購物中心資產嘅估值問題。98座購物中心每年產生219億租金，以行業慣用嘅資本化率約4%至5%計算，即係用租金除以資本化率。呢批資產嘅市場價值大概係4400億至5500億，但整間公司市值只係大約2050億人民幣。換句話說，單係購物中心資產嘅估值已經超過整個市值，呢個係明顯嘅估值錯配。摩根士丹利就俾出42.6港元嘅目標價，相比現價有超過30%嘅上升空間。我認同呢個方向，但我要提醒散戶，目標價係基於行業復甦嘅假設。如果消費轉弱或者樓市再度下滑，估值修復嘅時間表可能會拉長，投資者要有足夠嘅耐性。好，感謝 Bonnie 同 Felix 今日咁精彩嘅分析。我哋由行業前景講到財務數據，再到估值，討論得相當全面。係咁，讓我為今日嘅節目做一個總結。講到利好因素，第一，華潤係行業深度調整期唯一保持收入正增長嘅頭部央企，抗周期能力突出。第二，98座購物中心構成極深嘅護城河，位置優勢難以複製，經營利潤率63.1%係歷史新高。第三，經常性業務利潤佔比突破51.8%，現金流穩定，融資成本2.72%係行業最低。第四 ，P/E ratio 約9倍，購物中心資產估值已超過整個公司市值，存在明顯估值錯配。摩根士丹利目標價42.6港元。另一方面，投資者亦要留意風險。第一，住宅開發毛利率仍喺15.5%低位，盈利能否持續回升存在不確定性。第二，核心淨利潤由峰值277億跌至224億，下行趨勢需密切觀察。第三，消費週期若轉弱，購物中心零售額高增長未必持續。第四，2026年約600億債務到期，再融資進展值得追蹤。總括而言，華潤置地係一隻防守性同成長性兼備嘅優質標的，但投資者要有足夠耐性等待估值修復。記住，本節目內容僅供參考，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前請先了解自身風險承受能力。多謝兩位嘉賓今日嘅精彩分析，亦多謝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分析提供到一啲新觀點俾你哋，懇請大家幫手都 subscribe 我哋頻道同埋開啟小鈴鐺。你哋付出呢2個 click 先支持到我哋，繼續為大家提供新嘅資訊。大家如果有其他股票想我哋幫手分析，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我哋會按需求作出安排。再次多謝大家收睇 AI 財演，下次見，拜拜。